北市的前市长郭文泰的任内，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的争议案继续炭烧。民进党的议员质疑着郭市府独立特定的财团，讲当中有3项有争议的招标的条件，拢是由郭文泰亲身来答应啊。另外，会议的记录嘛来造假。台北市的前副市长黄珊珊是提出着当年会议的记录，讲公务人员假假造假的。若有关这个标案，黄珊珊讲是经过公开的估价、合理的评估，最后才由市长来定案。可结合基隆河对岸的台北科学艺术园区，台北市散发处透过影片嚟宣传北投树林科学园区的开发进度，其中 T17、T18拢是由新光提起，即马郭市府不人质疑讲独立特定的财团。柯文哲不要逃，你让他分别招标，让新售以低于市价44亿就绝标了。民进党议员提出公文，质疑北树科做了上俗，因为3基地当年被分开招标，敢若是权利金的底价81亿8千万，就比原来公告的86亿8千万减5亿，唔但安尼尔，同款的基地有无同款的待遇？属于金钱豹的 T16需要提出投资计划书，要过新光的 T17、18唔免。这公文当年拢是由郭文泰亲身登印来决定的。第一次招标跟第二次招标设定投资计划的，不就是你本人吗？2021年 T16需要 ，T17、T18就不需要。这个讲，这感觉是为财团定做的，因为公务长有讲到，拜访10外间潜在投资人，甚至访谈中华原理统一等等企业。验过度角度好，只有一间厂商建议要分开招标跟免投资计划书，那就是新售。经过公开的估价、合理的评估，然后市长只是最后的拍板。但 T17、18为什么他们不来标？这要问问厂商啊，而不是问台北市为什么用这个价钱标出去。过来，市政府甲原台人寿的会议记录，当年的会议主持人前台北市副秘书长林玉红无签到嘛无补签，敢是伪造文书？这个会议记录都有公务员，公务员谁敢造假？金牌案的市政府讲会交予政方单位去调查，为招标条件到会议记录。北投树林科学园区有这侪问题，这个白纸黑字恐惊都要一一讲个清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